灿光寮山，海拔738公尺的灿光寮山，有一定的三角点甲卫星控制点，采伫孔仔寮、瑞丰甲双溪交界的所在，是嘉人火山群上悬的山。4颗链长较嘉山轮溪坎，经过礁溪乌金仔的矿区，会合作灿光这2字的缘故，正正是为遮来的。要去爬灿光寮山，要为102号县道倒越草山公路行入去，规蛇的石头仔路无介好行。大体半点钟到山骹，有正明的指示牌在报路，免行会戆山去。起价的路喙一直到轮顶，密密实的寒芒，往甲强要甲路淹去。比寒芒较顶层的，有真侪开白火油茶仔，结子正古水的黄杨插伫内底。碰到较无土肉的石芳，还有野生的满山红冒伫岩壁，开花正细蕊的长杜鹃。活伫三角点边仔，嘛有古早冰河期流落来的沈氏杜鹃、青岳木甲薰叶树，拢是水当当佮正罕见的食物，植食宝。徛踮山头，为东边看去，片头、望仔溪、福隆甲上远的三条角，拢看现现。西来南市，牡丹溪车头，双溪密宝山，拄好我伫骹边。西向甲五分仔山、姜仔寮山相连。降落来山骹的嘉人河，袂输一尾大蛇，甲交通随风甜咧。上闹热的是北向的海骹，亮起亮落的海影，亲像规阵白马在走烧肉，甲无远地高山、嘉人山、南仔林山围安安，互密伫内底9分仔、金花石。甲水南洞无暝无日的滚甲袂煞，是讲我较爱灿光寮山的古意恬静，伊拢照寒热这开伫半山光景，互人会暗算，佮毋捌登谈过。作者那春水。